各位早晨，早晨善學，早晨思齊。今朝將軍澳雨勢特別大喎。係啊，不過係今年全國雨量最高嘅地方啊。黃色暴雨警告生效緊㗎，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初時雨勢有時都幾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大約32度，吹和緩偏東風。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酷熱，但仍然有一兩陣驟雨。星期五天氣漸轉唔穩定，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風勢較大，海有湧浪。據睇今朝嘅重點新聞。黃色暴雨警告生效，天文台考慮最快今晚至聽日日初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，天文台話呂宋附近嘅熱帶氣旋會喺今日橫過呂宋一帶，並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。咁考慮今晚至聽日初時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天文台預料嗰個熱帶氣旋大致移向廣東沿岸並逐漸增強，但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佢嘅路徑同強度存在變數。由於佢嘅環流比較細小，因此要喺較為接近香港嘅時候，先至會為本港天氣帶嚟顯著影響。天文台會視乎嗰個熱帶氣旋嘅強度、佢嘅強風區以及同本港嘅距離同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五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受佢嘅相關外圍雨帶影響，本港星期五天氣漸轉唔穩定，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。